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大家好，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我係 Michelle。今集我哋將會探討美國對委內瑞拉嘅干預對市場嘅影響。上個禮拜，美國對委內瑞拉採取咗行動，並對格陵蘭島發出威脅，但係仍然無阻風險資產今年持續上漲。一啲非美國嘅股票，尤其是係我哋所偏好除日本以外亞洲嘅股票市場，以及貴金屬嘅表現優異，延續咗2025年嘅漲勢，亦都凸顯咗分散投資同埋對沖嘅必要性。如果好似美國總統特朗普所講，美國取得委內瑞拉石油資產嘅控制權，中長期可能對美國股市有利，因為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大嘅已探明石油儲備，超過咗美國本身儲備嘅5倍以上。而鑑於委內瑞拉嘅石油基建日漸老化，呢個國家嘅石油資源如果要變現，就需要幾年嘅時間，所以短期之內嘅收益應該有限。而委內瑞拉石油行業嘅復甦可能會為美國大型石油生產商同埋服務供應商帶嚟機會。另外，美國汽油嘅價格喺過去1個月已經出現下跌，應該有助於抑制通脹嘅預期，為美國聯儲局進一步嘅減息鋪路。而與此同時，格陵蘭島嘅最新動向亦都利好歐洲工業，尤其是係國防行業。鑑於企業盈利前景穩健，我哋仍然偏好風險資產。全球嘅財政政策寬鬆，加上隨住換屆臨近，聯儲局越嚟越傾向減息，應該會利好股市。而美國2025年第4個季度嘅業績亦都將會成為焦點。我哋預計喺人工智能持續投資、借貸成本降低同埋放寬管制嘅推動之下，2026年盈利增長將會加速。而與此同時，全球充滿地緣政治風險，對貴金屬有利，而美金就面臨風險，尤其是係對日元嘅表現。喺不確定性加劇之際，另類資產提高咗獲得更高風險調整後回報嘅途徑，而短期嘅風險就包括咗最高法院對關稅案嘅裁決，同埋伊朗局勢動盪。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多謝你哋嘅收聽。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感興趣，記得點讚同埋分享。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